讲到这届地动呢，伫彰化也有4级，彰化市有一个社区大楼，因为大笔雕像被砍的地动遐尼摇，就规个倒落去。另外，地动发生的时阵，彰化县有3间国中伫台南南西举办这童军营活动，也因为一直发生地动，尾学校也决定要提早结束活动，一一透早剔除，这学生囡仔都已经平安回到厝。半暝天色乌索索，国家警报响响弹，大笔雕像就安尼倒去。实际来到现场，规个雕像水糊糊。这座大笔雕像踩伫彰化市一栋社区大楼头前，是34年前建商为意大利买回来的。因为造型前卫，捌引起侪讨论，是当地真出名的地标。即便未堪得家己大地动的威力，就安尼倒落去。跟他在一起已经30几年，真的很不舍啦。经过好几次的921地震都没事，就昨晚断裂了。伫遮生长的人拢知影，这尊大卫雕像是纯意大利的白石来雕刻而成的。伫30几年前，等于是咱彰化市上重要的地标。但是昨经过这个地动了后，发生不幸的代志。看到雕像，身躯长甲离离，住户也拢真唔甘，摕手机出来翕相纪念。也若地动发生的时阵，彰化县有3间国中当伫咧台南南西举办童军营活动。当时学校赶紧安排学生囡仔伫户外搭天度过暝，也对活动嘛取消，提早返来彰化。有点恐怖，而且那时候刚好在山上，那个摇的也很大力，旁边的那个门都在晃，然后就大家楼上都在尖叫，然后让我更紧张。动员所有的老师跟工作人员为200多个学生搭设临时的这个帐篷还好，整个晚上下来，除了冷了一点之外师生都平安学生囡仔因为家己大地动着青惊，嘛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气象署表示，3天内可能也会有规模5以上的地动尾，请民众爱提悬警觉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